阿友哥讲到讲哦，摕那些味素吼，等巴士的时间会有人摕爱咸的葱山果，哇，我冇看过这种重金嘞。我说我讲，你吃些唔同的个环境，看到的环境，就会影响呢。我说唔下个位个时间，系咪个画面感会强啊？下锅的时间，我听说会客家锅啦，反正就创作的时间吼，可能主要就去想，我去面有乜个法去讲的，有乜个思想想去写的，哎呦，不过无法当具体的东西，明白无？我技术最少方面天啦吼，一只空间的工作，可比讲我写山沟一条路，一天唔会去飞想，基隆是去中国台就去做那个山沟的采访的吼。这条事情人啦、师傅还有你拄到的、当到的讲的困难的事情，就更想，这个方面都出现的啊。更想遐去抽火柴、抽飞扬机、抽嘛个，做当到样的事情，面到外面太阳的东西就会出来。比如讲，一拄理论我就想我转播卡片嘅，好贵咩？不过呢，你做一只差不多，基隆是50岁啊，就讲人生就一半以上的吼，人生一半以上，心度就想要回归，心度就会有一种想要走，心机就贵的这种心。可是后来好像就多跟想啊，年人啊就会有一种，我又讲的吼，转播卡那样的歌唱，一出世你就想要出去的。一出世就想要做演，不过呢，50年之后你就想讲就转播卡安尼，转播卡按样转哦，因为像二卡不甲按多年嘞，可能我甲都唔记得按样行的啊，迄个就想到一个咯，原来山沟就要穿，本来穿专业不卡爱多，一拄烫山沟就烫得多，就穿得多不卡爱多，高条条高的就爱下出来，就这样下出来吼，这种方面就当具体的，因为你有怎讲咯，你有去做两件事情的，嗰人写过的99%啊吼，就迄个是个一张怎讲人生的过程。像我讲的花也好，我经过的事情也好吼，我像我个恨我个怨，吼，也系讲我个欢喜，我就用我个音乐来表现出来吼。所以讲，你客家人做较保守的哇，有的话用可以唱歌的东西吼，强拍强人敌人个心思呢，真强的吼，较保守的。嗰种我在处理唱歌了方面是较无胆，较无胆。有讲能够隐晦一些。如果山歌做安样啊？山歌主要当作比喻双关的呀，吼。也係當做寫好。有位本人看到位嘅哦，會拍面紅紙渣，係咪嗰種因為外面有行嗰度山歌，係青好山歌，嗰個山歌其實講一種所謂規則啦，吼，係要了解。我有時就講，對這架鋼琴，他的方式無按拍，還有樣所謂用間接的話，有的吼，無按出獎的吼。按用下出来的东西，质感的时候也有意思啊，真搭对啊，真有搭对啊。按下出来，比如讲，你有按用的功夫，让才下出来的东西呢。嗰种我就是，样讲啊，一直想定去让山歌的方向去。嗰时候写客家山歌，唔讲有乜个目的啊？其实没目的，就你写故事而已。可能没认真去模拟哦。嗰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。很难虚无缥缈，就会同自家嘅见，自家所从处会有关系。你嗰度翻我讲啊，平常有动蘑菇啊，你唔知安样讲啊，唔知安样表达，故说好等系晓得写歌嘅。你上讲嘅，你睇歌嘅地方，你用间接嘅方式。係啊。